臭头啊！这壁画甲雾煞煞，是你画的吼？是不是？是啊。啊，好好好，这壁呢遮尔清气，啊，你著甲画甲安尼雾煞煞，看拢无。啊，你是土袂疼，我今仔后一定要甲你修理。孙影，孙影，原谅我后摆唔敢，孙影，我后摆唔敢啦。唔敢，手举出来。孙影。哎呦！笑，你敢笑？手举出来。徛个出来！我甲你讲哦，你即马搁揪倒转哦，拍到我正力哦。嘿，啊，孙影，迄客咧讲，这客咧我甲你讨。哎呦！我是互你气死！揪出来！孙影。免你啊兄啦！哎，无手！啊，师傅啊！你转来。你是啥人来要拍？哦，师傅啊，你看啦，你看，迄臭头啊，无代无志，就甲迄壁安尼围甲雾煞煞。天为落定，地为坚。你我生神还我面，夜间不敢重身退，恐怕山河一曲传。好母，你是安那去地迄首诗？师傅啊，你恕罪我，因为孙影叫我去山顶撮茶吼，啊，我利用迄用的中间伫咧看书啊，啊无中无伫煞去互困去，啊醒起来的时阵吼，转来大师兄已经将迄门关起来啊，啊我毋则伫迄泥池骹困，啊我是目睭看天顶迄天星甲月亮吼，我是顺迄个喙念出来迄首诗，毋则会写迄壁的。师傅啊，你赦罪我。好，甲我带入你来。是。师傅啊，毋是讲我爱讲话啦，迄臭头啊吼，伊种毋是款的，你知哦？你无伫的时阵哦，伊啥物代志拢也无爱做。啊，一日干哦，干那咪迄石屎骹伫遐咧困啦，啊叫伊讲扫一下大殿哦，甲迄四大金刚的神像拢搬叮当的。哦，啥物？这四大金刚是石头刻的，迄遐灵动，以后有法度刷叮当，你黑白讲呀？你是啊，师啊，这真实的啦，真实的啦。好啊，莫搁讲啊，你咬你去。是。父母，师傅，你应该爱离开红角寺。师傅，道理为什么看来唔对？我求你教训。师傅，你莫赶我走好无？不是师父要赶你走，是你应该爱离开的时候。师傅。凡讲你要做一世人的牺牲性，我知影你这几年在红角寺，时常受到你的师兄的欺辱，你是一个可怜的囡仔，你已经十几岁了，常言道。人间到处有情山，你要自立有生的志气，为着你的前途奋战。你敢
父母的缘分已尽了。师父，我敢一定爱离开神。是，就是为着你，我才叫你走。你应该爱为着你的前途离开此地。师父，父母，师父，你要离开皇阁时，应该要临别的亲情，爱向你的母亲示别。母亲，师父，你毋是讲我是一个孤儿？是，你是一个孤儿，你的母亲生你了后就死，你的阿娘做王聘玉。父母，唔通再悲伤，人生脱不了生老病死苦。师父啊！父母，你只是一个可怜的囡仔，这几年的中间，你点在复杂时，继续艰苦的日子，这是天意。师父，我唔敢离开你。福多有缘，你已经到父母无缘了。但愿你此时继续安徽日子。师父，好，师父这几年来无好好啊照顾你，如今你要去，变成就一几本丝经上，你爱好好啊共同你的前途无量。多谢师父。你爱记，人生宛如草木一般。你看，山上的树木，无人陪惜，
依然遐尼无信，你就是简单快，你爱靠你自己的力量，努力奋发。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之下，什么艰苦中间，爱记平真所讲的话，那安尼将来你就有望。师傅，道理一定听你的教训。是咁咋？你起码师傅应该受道理的靠拜，以报师傅你拥有之恩。哇！你是咧讲啥的？我是你的师大呢，我讲你几句啊，你是安怎？袂堪应啊？无你当作我是啥的？我若无当作讲你就是我的丈人哦，我会等你来遐久了。还袂忍啦？你是要讲啥？哦，你阮头某地甲要出嫁，你敢把口跑啊？姑爷搁甲老爷咧冤家啊是？是啦，啊你敢知影是为虾米？较讲也毋是遐个话，老爷就讨厌姑爷安尼爱食毋讨趁，一工甲毋着过来踮咧街仔乱扫，若无就去茶店仔甲不三不四的朋友踮咧啉酒开讲，唉，所以姑爷就会转来，老爷就甲伊冤家啊。本来爹伊也是在想食，毋是我去爱加讲话啦。啊，像姑爷安尼，嘛无怪老爷来讲，是毋是？你吼应该好好劝姑爷较对。当然，讲起来，阮阿爹实在有较偏心啦。对啦，你想看觅？顶摆我是阮阿爹甲阮阿娘的孤查仔囝。因是甲我当作甲咱宝贝遐尼疼我，自从有陈友良了后，根本就无啥物爱插我。唉，当初老爷甲夫人也莫听信那什么地理师的话，讲什么小少爷会做皇帝哦。唉，无嘛袂遐尔啊疼。阿爹甲阿娘真是异想天开啦！陈友良这个小囝，若会做皇帝，我则无爱相信。出去啦！是。啊无我问你咧，恁是为什么搁甲阿爹伫咧冤家？哼，该冤家该是吵，啊是安怎？是咧惊啥物下啊？你家己想看觅，一工甲无头路做，无怪大家咧看无起。无头路。哎哟，根本恁老爸敢有自我当作讲就是伊的囝婿在顶面，规工啦，干那安尼先戆戆啊，直直想啦，看讲啊，迄个小囝陈啊有良，看会做皇帝也袂啦，伊若搁安尼继续想落去哦，紧早万起笑的哦。毋管你安怎讲啦，这个查甫人总是要有头路做啦。你就是安尼啦，无怪阮阿爹讲你无出团。哦，叫我爱做头路，做生意，哼，真心实啊迄。一寡财产、金钱，拢从恁老爸手头落条条啦，一仙五厘都唔放。我无本钱，是要用手甲人比，是毋是啊？只要我是干那住厝里死者活者，要无你要叫我安怎？
啊无安尼啦。卡叔，你若是正经想要做生意，本钱的代志，我来甲阮阿爹提。啊，5000两，免讲。阿爹，这是要做生意的本钱呢。哼，迄班卡销会做生意，哼，看出的啦。恁翁仔某吼，毋免想空想梦，要来拐我这个老的钱。阿爹，咱陈家的财产这尔真济，我是你的孤查仔，生前爱护我的嘛。别人若想要得，是免讲。阿爹，我甲你讲头先哦，陈流良迄个小囝，甲咱陈家也无啥物关系。若想要得咱陈家一角伊的财产，我唔答应啦。你甲我煞煞去，唔准你阁讲有良的代志，唔拄若去互伊听到，互伊知影伊的身世，迄当阵看要安怎就好。安尼简单嘛？啊无，你将陈家的财产，互我管，啊甲互阮翁管，安尼是毋就会用的啊？哦，好，恁今仔日来的目的是要来甲我分财产咯？阿爹啊，陈家的钱遐尼济，敢讲我无应该得的是？哼，你颜面啦！你掠做你是伫咧福相，5000两，恁爸都卖出去，阁想要上财产，免讲。好，你唔摕出来也是会用的啦。但是我家己有我家己的打算伫的，会用的。来，莫甲伊讲，咱来去。安笑。将士，依照就罢，不是对赶，必好是相离。你是什么人？三年4人，看将士拄食迄几招剑法，确实非凡，不敢当。将士，你平日是甲人有冤是？无啊。哪年拄请遐个人为何要威杀？我唔知影，因威杀我的理由是啥物？总是尊姓大名，在下姓陈，名叫有良。陈有良。是啊。是，你哪安尼小看我？事三年无卖，请问将士一件事。你讲，将士是陈家的后代是？是，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三年是要问你讲，是毋是陈家的骨肉？我姓陈，名叫陈有良。
唔是单家骨了，无是对是家骨了。我是要问你，是毋是单家的亲生囝？